以下畫面發生喺前線一處鐵絲網防線附近，一名俄軍士兵喺行進期間不慎被鐵絲網纏住，無法脫身。佢將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喺掙脫鐵絲網，完全冇察覺到一架烏克蘭 FPV 自殺式無人機正由上空高速逼近，直到無人機飛到眼前，佢先突然意識到危險已經降臨。但係呢，一切都已經太遲。喺另一邊，一名俄軍士兵正匿藏喺高草叢之中，佢以為自己已經成功避開敵方偵察，但係另一架烏克蘭 FPV 無人機早已經鎖定佢嘅位置。無人機迅速降低高度，展開最後攻擊。士兵仲未嚟得切離開掩護，亦冇機會逃離現場，攻擊已經開始。呢段畫面發生喺庫皮揚斯克 Kupiansk 方向一條鐵路附近，一架烏克蘭偵察無人機喺空中巡邏期間，發現一名俄軍士兵正沿住鐵路旁邊小心翼翼咁前進，不時利用高高嘅草叢作掩護，避免暴露自己嘅位置。行咗一段路之後，呢名士兵轉入一棵茂密嘅灌木底下，似乎希望可以暫時休息，同時借助濃密嘅樹葉遮掩自己，避開空中無人機嘅偵察。先前負責偵察嘅無人機並冇離開現場，而係一直喺高空持續監視目標，並將坐標即時傳送俾附近嘅攻擊無人機小隊。幾分鐘之後，攻擊無人機飛抵現場，開始喺目標區域上空仔細搜索，逐步掃描四周嘅草叢同灌木。經過一輪確認之後，操作人員成功發現藏身喺濃密樹葉底下嘅俄軍士兵。喺確認目標位置無誤後，攻擊無人機開始降低飛行高度，隨即展開攻擊。一架烏克蘭 FPV 無人機發現兩架俄軍軍用卡車正高速沿住一條泥路行駛，由畫面判斷佢哋似乎正嘗試撤離呢個區域。操作員隨即加速追擊，由車隊後方迅速逼近。趁住坐喺後方卡車上嘅士兵仲未及落車，亦未有機會四散尋找掩護之前， FPV 無人機快速降低飛行高度，朝住移動中嘅車隊展開攻擊，成功喺士兵仍然暴露喺車上嘅情況下發動攻勢。下一段畫面發生喺波克羅夫斯克 Pokrovsk 方向一片開闊農田，當時一架烏克蘭無人機正執行例行偵察任務，監視一片俄軍經常調動兵力嘅地區。巡查期間，操作員發現3名俄軍士兵正穿越一片毫無遮掩嘅開闊田野。無人機隨即降低高度，準備進一步確認目標。隨住距離越來越近，3名士兵開始察覺空中威脅，立即向唔同方向分散逃跑。操作員並冇追蹤整個小隊，而係選擇鎖定跑喺最前面嘅一名士兵，並展開攻擊。根據公開畫面顯示，隸屬烏克蘭第42機械化旅代號 Perun 嘅無人機操作員喺前線後方發現一處隱藏起嚟嘅俄軍攻擊無人機儲存據點。呢個設施藏身於森林覆蓋之下。經過空中偵察之後，目標被成功識別，隨後烏軍協調發動精準打擊。今次行動成功摧毀地面上儲存嘅無人機。畫面反映烏軍持續針對俄軍無人機能力採取打擊行動，希望喺敵方部署之前率先削弱佢哋嘅作戰能力。下一段畫面發生喺頓涅茨克 Donetsk 方向一條森林帶。一架烏克蘭 FPV 無人機操作員正喺茂密嘅樹林之間展開有計劃嘅搜索，尋找藏身喺濃密植被之中嘅俄軍人員。無人機以精準而穩定嘅飛行方式，小心穿梭於樹木之間，仔細檢查每一個空隙同每一片地面，希望唔會錯過任何可疑跡象。根據早前獲得嘅情報，一名俄軍士兵曾經喺呢片區域出現，因此操作員持續喺空中進行有系統嘅搜索。經過一段時間耐心觀察之後，無人機終於發現目標。畫面顯示該名俄軍士兵正一動不動咁伏喺草叢之中，上方嘅部分植被作為掩護，希望避開空中偵察。喺確認目標位置無誤之後， FPV 無人機立即降低飛行高度，隨即展開攻擊。下一段畫面發生喺扎波羅熱 Zaporizhzhia 地區，一架烏克蘭偵察無人機喺執行偵察任務期間，意外飛入一座已經受損嘅倉庫。喺倉庫入面，操作員發現大量俄軍軍事裝備同補給物資，相信係為日後前線作戰而預先儲存。
無人機首先喺倉庫內部短暫巡視，確認現場擺放住多件軍事物資，之後立即將相關情報回傳。冇幾耐，一架攻擊無人機被重新指派前往該位置。喺再次確認目標無誤之後，攻擊無人機直接降低高度飛入倉庫，並向目標展開攻擊。下一段畫面發生喺前線一處受損地堡附近，一架烏克蘭偵察無人機發現一名俄軍士兵正坐喺地堡入口外。由畫面判斷，佢似乎只係暫時離開地堡，可能係觀察周圍環境，亦可能係趁機短暫休息。不過佢並唔知道自己嘅位置早已被空中偵察無人機鎖定。偵察無人機持續監視現場，同時將目標坐標即時傳送俾附近嘅烏克蘭攻擊無人機。片刻之後，攻擊無人機抵達目標上空，而地面上嘅士兵仍然未察覺威脅正在逼近。無人機迅速縮短距離，隨即降低高度，向目標展開攻擊。下一段畫面發生喺沃夫昌斯克 Vovchansk 方向一處殘破地區。一架烏克蘭偵察無人機發現一名俄軍士兵正喺一棵樹下休息。偵察無人機並冇急於行動，而係保持安靜監視，同時將目標位置回傳俾附近嘅烏克蘭攻擊無人機。起初呢名士兵完全冇察覺頭頂上空有任何異常。過咗一陣，無人機嘅引擎聲開始喺附近回盪，佢先提高警覺，不停四圍張望，試圖尋找聲音來源。直到攻擊無人機快速逼近，佢先突然起身逃跑。然而佢只係跑出幾步，攻擊無人機已經迅速降低高度，隨即展開攻擊。頓涅茨克 Donetsk 方向至今仍然係整條前線戰況最激烈嘅地區之一。喺呢度 FPV 無人機已經成為現代戰爭最具代表性嘅武器之一。根據公開畫面顯示，烏克蘭無人機部隊持續執行偵察同打擊任務，目標包括活躍於森林、受損戰壕、開闊地帶以及廢棄陣地內嘅俄軍步兵。畫面中可以見到唔少俄軍士兵都係單獨行動，缺乏明顯協調，只能不斷尋找掩護。有人躲喺樹後，有人鑽入濃密灌木，有人藏身於損毀車輛下方，甚至躲進路旁排水管，希望避開無人機搜索。然而呢啲位置或許可以避開地面觀察，卻難以逃過持續盤旋喺上空嘅無人機監視。烏克蘭偵察無人機部隊通常會發現目標後立即攻擊。相反，佢哋會持續監視目標動向，確認藏身位置，再將精確坐標傳送俾附近嘅 FPV 無人機小隊。透過呢種協同作戰方式，偵察無人機可以一直保持目標喺視線範圍內，而 FPV 操作員亦有充足時間規劃最安全、最有效嘅飛行路線。即使士兵察覺自己可能已經暴露位置，並嘗試轉移，喺開闊地移動嘅每一步，都會增加被空中無人機重新鎖定嘅機會。片段亦反映出，當步兵缺乏專門嘅反無人機裝備、電子戰支援以及與附近部隊嘅有效協調時，喺現代戰場上所面對嘅巨大困難。一旦制空監視建立起嚟，無論係森林、戰壕定係遍佈瓦礫嘅戰場，都越來越難隱藏自己。好多士兵離開一個藏身位置，往往只係喺尋找下一個掩護期間，再一次暴露行蹤。片段亦突顯出烏克蘭無人機操作員嘅技術正不斷提升。喺茂密森林、受損建築同障礙物密佈嘅戰場環境中飛行，並唔係一件容易嘅事。操作員需要全程保持穩定控制，同時精準導航，靈活避開樹木、瓦礫同狹窄通道，並一直保持目標喺視線範圍內。更重要嘅，呢段影片反映出俄烏戰爭期間戰場偵察模式已經出現重大改變，持續不斷嘅空中監視大幅縮短咗由發現目標到發動攻擊嘅反應時間，亦令前線士兵嘅活動空間越來越細。對於孤立作戰嘅步兵嚟講，每一次移動都有可能被上空盤旋嘅無人機重新發現。喺頓涅茨克 Donetsk 方向，持續偵察配合 FPV 無人機協同作戰，正逐步改變前線嘅作戰模式，由搜尋目標、持續追蹤、確認位置，到引導 FPV 無人機完成攻擊，整個流程可以喺極短時間內完成。呢種全天候空中監視同快速打擊能力，已經影響住戰場上幾乎每一個作戰決策。現代戰爭
比拼嘅已經唔單止係火力，更加係邊一方能夠更快發現敵人並率先採取行動。下一段畫面開始於前線附近一條俄軍經常使用嘅補給路線，一架烏克蘭 FPV 無人機奉命喺上空巡邏，搜尋可能出現嘅目標。飛越一片受戰火破壞嘅住宅區後，無人機發現一名俄軍士兵正獨自行走喺泥路上，附近冇任何友軍支援。士兵似乎完全冇察覺自己已經被高空偵察無人機鎖定。幾秒鐘後 ，FPV 無人機迅速俯衝，喺對方未及反應，亦未能找到掩護之前完成攻擊。另一方面喺利曼森林 （Lyman Forest） 地區，烏克蘭第59突擊旅旗下適林無人機部隊持續喺茂密森林中搜殺俄軍步兵。無人機小心穿梭於樹冠上方，不斷追蹤士兵喺掩體同林間小路之間嘅移動。公開畫面顯示其中一次攻擊成功命中暴露位置。另一段片段中，操作員先確認一座隱藏於森林內嘅加固碉堡位置，再引導攻擊無人機將目標摧毀。呢啲行動顯示，即使身處森林地形，持續嘅空中監視依然能夠逐步找出隱藏路線、臨時據點同固定防禦工事。另一段畫面發生喺波克羅夫斯克 Pokrovsk 附近烏達奇涅 Udafne 方向，一架烏克蘭 FPV 無人機早已隱藏喺預先部署好嘅伏擊位置，監視一條俄軍車輛經常通行嘅泥路。經過長時間等待，一輛俄軍軍車終於進入伏擊範圍，操作員立即啟動無人機，由隱蔽位置高速起飛，迅速縮短距離，並向目標發動攻擊。喺別爾哥羅德 Belgorod 方向，烏克蘭第4邊防營亦持續利用多支無人機小隊執行協同作戰。公開畫面顯示，喺短短一日內，多輛俄軍軍車先後被偵察無人機發現，確認目標後，附近待命嘅攻擊無人機隨即接手行動。呢種由偵察追蹤到快速打擊嘅協同模式，令俄軍車輛調動同補給行動持續承受壓力，亦進一步展現出無人機網絡化作戰嘅效率。除咗攻擊地面目標之外，無人機亦開始肩負另一項新任務，攔截敵方無人機。喺頓涅茨克方向以及附近前線地區，烏克蘭無人機部隊持續巡邏空域，搜尋執行偵察同攻擊任務嘅俄軍無人機。根據公開畫面，烏克蘭第45炮兵旅成功攔截多架俄軍 Monia 攻擊無人機。操作員先利用偵察無人機發現目標，再引導攔截無人機升空追擊，喺對方抵達預定目標之前完成攔截。呢啲畫面顯示，現代無人機戰爭已經唔再局限於對地攻擊，天空之上，無人機對抗無人機正逐漸成為前線另一個重要戰場。